恁食的迄粒啦，可能是即种一粒，伊就是爱饲1年。若搁较大粒的这，爱饲到2年至3年。哇！啊，毋过恁敢知影，咱咧烧日本的啦饲偌久小日本的应该要品质较好，2年的吧？2年的吼，毋对， 5年，毋对，哇，还变哪家呢？半年。半年，嘿，为虾米？恁有去日本啉过日本的味噌汤无？内底有一粒细粒的。足细，迄就是哦，对，迄就是乌拉。迄差不多安尼呢。对，足细，就比你的指甲搁较细。爱食啥？无肉。因就是敢若食迄个味，啉迄个汤。里面的讲鸡肉，嘿，因为吼，这是日本的品种嘛，日本人因就是想要食即个。啊，毋过咱伫台湾啊，饲到即个寸笑，咱要问台湾人买的时阵，发现讲大家拢无想要食。台湾人你问伊要食这细粒的，但无人买。阮就愈饲愈大，才发现讲，原来较大粒的人才买。所以就变做讲，日本是高细粒的，台湾是高大粒的。